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轻摆化成一首歌，淡淡疗伤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大家晚安，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得到吗？如果可以，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有，好，谢谢大家。对我们呢，这个在线上，我们其实就是如果有互动哈，对老师或者是对在带领的人哈，都是比较不会困扰的，因为我们会困扰，我们是不是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合大家的意？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花时间在这里哈，我们希望是可以来彼此可以一起扶持哦哈，我们都是当父母的哈，除了可能有一些我看到那个名字哈，好像是青少年在我们的当中哈，但是我想你想了解怎么当父母那是很好的。我有看到青少还是我们的家长是放青少年的这个名字，或者是用他的账号也有可能哈那非常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洪老师在我们当中哈，应该是说以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我没有影像给大家呢，很抱歉我一直以为我有看影像，好，那这样就有看到了，这样我很失礼对不起哈。好，那我是刘英燕青少年真的也出现，少华 ，Hello， 果然是青少年在我们当中哈。好，那我们呢要来开始之前呢。英言牧师我是刘英燕哈，我是江南教会也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刘英燕。我自己有3个孩子哈，那我一直致力于儿童的这样子的陪伴，还有家长成长班的陪伴进而后来才陪伴青年青少年哈那现在就什么年龄都陪伴了哈，所以我们叫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从0岁一直到100岁所以我们刚才的影片就是协会所做的这6大领域的服务这个希望这个社区可以更好。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洪老师已经在我们当中，今天应该算是第4次第4次那已经3次喽。那老师一直讲他觉得我们可能有帮助。我想老师更想要知道是大家我们关注的我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特别在亲子关系方面哈。那好不好？我邀请大家哈，如果你可以的话，我想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或者是你可以把镜头打开，这样子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等一下问大家，因为我们需要收集大家3方面的问题啊。那你如果把镜头打开，就不用打字，好，那也不用说这个开麦克风啊，这个我要先知道我们老师也希望我们先知道几个讯息，让老师在传递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精准，那我们可以能够更有效率，这样子好吗？哈啊，如果您方便的话，请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或者是应该说你镜头先打开。我想要知道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的孩子有多大，好吗？好，请我们可不可以把镜头打开？哈，那我会说1，好，1就是学龄前，对吗？好，比1是学龄前，好，比2就是国小的，好，比3就是青少年，好吗？4就是已经是大学，甚至是大学延毕，或者是让你还很困扰的，这样可以吗？好，那我邀请大家哦，好，1是什么？学龄前，就是幼稚园、国小以前；2就是国小；3就是这个青少年；4就是大学啊，哈。好，那我就先来邀请大家哈，请你表示一下你的孩子是多少？像我的孩子已经是5，已经在社会上工作30岁的哈，就是5了哈。好，来，可不可以邀请大家，你把镜头打开，让老师大概知道一下那我们大概的都是怎样？好，有1、3的哈，这很清楚哦。好，老师有看到吗？请问老师有哈？有看到？好，5的也跟我一样5哈。好，4的，好，来，谢谢老师，谢谢大家哈。好，还有没有打开的？可不可以表示一下？喂，嘿，牧师听得到吗？可以。好，那我们下一个我们可能就需要打开麦克风了哈。老师想要知道大家的亲子关系的困扰是哪一方面，好吗？哪一方面？那如果你讲过就不用上去如果你觉得还没讲的，就请你开麦克风，这样老师才会知道我们的真正需要在哪里，我们老师就可以针对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请问在亲子方面你最困扰的有谁愿意讲？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好吗？不方便开麦克风，你可以写，我可以帮你讲，没有问题，好不好？好，很好哈。对，有些事情不是小孩子适合小孩子听的哈。好，可不可以邀请有哪些困扰？你可以开麦克风好吗？亲子方面，零用钱吗？还是孩子不上学呢？没有动力呢？还是有什么哪一方面的困扰呢？还是我们还是要1、2、3吗？OK， 好，有人说了哈，管教不一致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有第3题好，还有吗？没关系，就请你尽量说，没关系哈。有人说不方便，所以我想请秀玲，你用打字的好吗？交友状况无法了解清楚，那么这个应该是青少年是吗？青少年或者是4大学是 OK， 好，很好，还有吗？还是上网的上瘾的问题，还是哪一方面吗？上网交友的问题，好，很好，老师需要在大家感情方面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家长请问这位家长，你的小孩子是1还是2还是3？是青少年吗？感情方面的是青少年还是4大学？你的小孩是几岁？1是学龄前，2是国小，3是青少年，4是大学。好，另外一位家长就是说不跟小孩不跟家长讲话无法沟通闷葫芦，好，闷葫芦这种情况，好，还有吗？
如果还有，你可以把它打出来，我们等一下就先就这些问题这样好吗？那第三个，好，请大家哈听一下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弟兄哈，男士爸爸哈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在教养上面在教养的问题上面，分工你们是怎么角色扮演？就是在这分工上面是扮演什么角色？如果可以，你方便的话，可以开麦克风，或者是请你开麦克风是比较好的有人举手耶，好，那请你回答，少华，请你回答，请你开。我按到。你按到了好，我们这里真的有青少年混入很想了解父母好，很好，从小就知道好，来，还有吗？有没有人愿意说一下你们怎么分工的？是妈妈好，都是妈妈在。好，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如果都是妈妈，可不可以再开一下镜头如果都是妈妈占大部分的话，教养的角色占大部分的话，请你比1，可以吗？那么其他就不用比了，因为如果你不方便比1，可不可以请你按举手也可以，按举手也可以。1好，有人谢谢秀玲把麦克风把镜头语音谢谢。好，还有吗？还是请你可以表达你可以写下来可以。好，请放下，谢谢。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亲子之间的困扰是自制力不佳这个意思是说孩子自制力不佳吗？还是父母自制力不佳？好，可以多说一些吗？好，那另外一位家长他说到，国中生对父母约好的就是不遵守，还会大发雷霆，让人害怕。那父母该如何在管教和和谐中拿捏呢？听起来好像是和谐爱与管教当中有一点恐怖的平衡好，那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老师因为老师时间很短好，我们请洪长美老师。老公 iPad 是在休息房间吗？对。好。我们要牵起柚子把麦克风。听得到。老公，我明天一整天去那个，好像是，应该是在家庭教育中心吧？等一下好像4点还5点。请彤彤关麦克风老师听不到你的声音。老师麦克风，他可能刚才还没有开。好，我们等老师一下老师一整天都接个案他真的很爱我们。好，所以亲爱大家，我们真的是听得到我讲话吗？可以，谢谢，可以。OK 好，因为你们老师先表达一下，因为我是3C 产品的白痴，所以呢，我一直想要用电脑或是平板，然后我今天想试2个，因为我这样才看得到你们的留言。那反正我刚刚把平板拿掉了，因为太多的干扰了我的声音都很清楚，对不对 ？OK 好，那我就试着，我为什么想要跟牧师有一个默契，想要让你们问一下问题。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宝贵的时间，我真的都一直在讲一些理论的东西。那理论一定要配合实务的操作，我认为才是一个进步不管对孩子跟小孩。所以我刚很快就跟牧师通了一个电话，就是看要怎么样来厘清大家问问题的方向。那管教不一致。我会应该这样子讲我会把问题稍微整合一下。那我今天如果谈不完的，就是容许我有机会再来回答，这样应该好像还有一次机会，对不对？2次机会。好，一个就是管教不一致这件事情呢，如果孩子已经因为问的人我认识他，我在镜头上也看得到他，就是管教不
一致这件事情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应该都要注意的。只要你从他教养历程当中，从3、4岁开始，1、2岁开始，爸爸妈妈的管教不一致，其实孩子在发展历程里面，他就会开始真的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情节。我到底听这个一男一女，就是男的是爸爸，女的就是妈妈。我对于这个一男一女的角色扮演，从他很小就会很混乱。那这个会影响到他在成长历程当中，跟男同学相处，跟女同学相处，跟男老师相处，跟女老师相处，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等出了社会之后呢，同样这个两性的相处，它一直都会出现矛盾情节。所以严格来说，我只能跟爸爸妈妈这样子说。我知道有时候你们会碰到沟通上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已经到了5，已经超过5了，就很难沟通了，对不对？这是孩子的部分哈。我等一下再来讲一下那个有没有可能可以修复，我会尽量快一点。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你觉得你现在你的配偶可以跟你沟通，我真的就拜托你们，你无论如何，你都要坐下来跟你的老公，跟你的配偶，不一定是老公，是配偶沟通一下，到底我们在管教态度上面，如果1到10，我用1到10来讲好了，1到10，10分是一致，对不对？那是最好的。那9分是你坚持的，1分是他只能跟你配合的假设。那我真的要可以，你不要坚持9分，我拜托你们，就是你愿意在线上听我讲的。你的调整度才是高的，就是你愿意做一些调整，所以请你不要跟你的配偶坚持你那9分，你其实要想办法的是，你可不可以放弃到8分、7分，到4、6比，还是3、7比，还是5、5坡，到可以一致，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其实是在线上的你们应该要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去跟你的配偶沟通，在管教一致这件事情上面，可不可以有几分的比例是有个共识？我为什么说你要去调整你自己？假设他的1分是你认同的，就表示你的管教态度里面至少有那个10%是一致的，从10%、20%到30%让他去增加，因为你硬撑在那里。我要告诉你，永远不会有一致的地方。那当然，那个不一致，假设有30%是已经有达成共识的，剩下的70%是你自己要去跟孩子沟通的，跟你之间可不可以有个共识？因为30%爸爸妈妈会这样子做，那你也了解，爸爸妈妈就是另外一方的家长，他是没有办法，在那个70%当中是妈妈再去跟你商，这70%里面可能你要跟孩子能不能有个共，我觉得要去努力的地方。这个部分我先讲到这里。你的孩子越小，你越要有机会去跟你的配偶去协商这件事情。你要跟你孩子学会协商。其实我今天本来一直有在思考一个东西是。我要不要丢一个PowerPoint 上来？我跟你们去怎么样跟你的孩子和解，跟你自己和解，跟你的配偶和解，在管教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有一个沟通技巧。我本来有想要从这个面向来，但我觉得我还是更想要知道你们想听什么。那个也许可以安排在后面哈。管教一致的部分我先讲这样。第二个是孩子交友状况无法了解清楚。秀玲，你可以举手一下，你的孩子多大？也很大了是吗？孩子打一大概有多大？可以打一下给我吗？没关系，打我看得到，我就要用电脑我才看得到你们留言。大概多大呢？高中对不对？好 ，OK， 我觉得
我这边其实最近来的一些高中生，当然都是在谈学测的问题。高中生，我的想法是这样哈，男女生有门禁是好的，就是你还是希望他最晚几点一定要回来，跟他讨论。那如果他不愿意尊重你的时间，我比较赞成的高中生的门禁，就进家门那个门禁，真的要9点半到10点之间。我比较不赞同超过10点，所以你要去跟他讨论哈。那我觉得如果他可以遵守那个门禁，那他跟谁见面，去了哪里，如果你的孩子反弹很大，我觉得你不要问他，只要时间内有回来就好，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说，跟他我跟这个国高中生的孩子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几个原则，心理师的原则啦，然后不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遵守爸妈的门禁，然后女生呢，你不要怀孕。当然我会希望有一些如果可以不要有性关系是最好，我会告诉他们怀孕当小妈妈的那个历程是什么样，因为我有接过这样的个案，当小妈妈哈，国中生就当小妈妈或高中生，所以不要有性关系是最好。我甚至会告诉他们性关系之后的那个风险是什么。那男生我会跟他讲说，拜托不要让你不要到处播种，让你的下一辈，就是你的下一代在外面流浪你都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有接过这样的个案，所以男生也就是说男女生我都会跟他们有一点点性方面的这个卫教，心理卫教，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男生就是你不要造成女生怀孕。那国高中生我还会告诉他们，如果被揭露，因为他们未成年，其实是会，特别是国中生哈，那他们如果没满18岁，16到18岁是个最尴尬，法律儿少法里面仍然会追溯的一个年龄层，就是我是说怀孕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有性关系这件事情，所以通常在卫教的过程里面，我会让他们知道，如果你意外让同学怀孕了，让你的女朋友怀孕了，其实还是会走上法律途径，他就是会，所以确实也有比较小的孩子是偷偷摸摸的想要去那个约会有性关系，所以呢讲几个哈，就是我先讲有实体在互动的要有门禁，然后要告诉他们性的部分，那个卫教是要做的。接下来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不要吸毒，不要加入帮派，这些我都会讲。然后不要酗酒，不要叫醉酒哦。如果这些孩子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时候，遵守那个门禁，那就让他出去哈。那假设现在不是实体上面的约会，而是网友会，对不对？网络交友，我之前也接过这样网剧啦，那个其实叫做网剧。那网剧的部分呢，你就还是要有一点点门禁，但是告诉他们说，可能是在哪一些什么时候回来。那就算是网剧或是网友约出去，我都还是比较是我刚那个原则。网友聚在一起，他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都最喜欢去哪里？可能我听到的，他们最喜欢去唱 KTV， 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或第几次见面，所以他们比较多就会去唱歌，因为那个唱歌好像是年轻人觉得最放松、舒缓的方式，爱唱的就唱这样。那如果假设是网剧，我就会交代孩子，就是如果你对喝的东西没有把握。因为我之前的个案，有的网剧是从香港来的，真的，台南上来的，高雄上来，而且假设也有国高中生，但是也有30几岁的怪叔叔，都有类似这种哈。
所以我通常都会还是会希望他们把握几个原则。对喝的没有把握，你可能就是自己去拿喝的。那因为去 KTV， 你吃的东西可以自己去拿，所以我讲一句很真实的哦，我宁愿孩子出去网剧，我也不要他宅在家。如果你过去一直有在听我在讲的这些东西哈，如果他可以出去见见网友、见见朋友，约定时间回来，我宁愿他出去。因为他如果有代表这是好的，他从虚拟的网友到实体见面，我真的觉得掌握那个原则，你越不让他出去，他也瞒着你出去，所以就公开。你甚至可以问他说，那这个网剧妈妈要投资多少钱？然后去哪里？跟妈妈讲一下，跟这些陌生人你们都在玩些什么？我听很多孩子在跟我描述那个网剧，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轻松。如果假设他们真的是一群不同的人聚在一起，都是也不是那么真诚的在自我开放，因为都是玩游戏认识的。假设是玩游戏认识的，那当然比较不好的是那种约炮软体的那种，其实是更困难的。所以如果只是一种那种玩游戏的网剧，我真的告诉你，他们不会搞什么。我看，因为那个是一个社群软体的团体性的活动，这个我要先回答到这里。然后我看一下感情方面的，等一下那个我等一下哈。闷葫芦不跟我谈话，无法沟通。可不可以稍微告诉我一下这个小朋友多大？因为我要给的技术不太一样。闷葫芦不跟我谈话沟通，无法沟通，这个大概是多大呢？可以留给我一下吗？然后几乎是妈妈在跟孩子交流居多。我看那个多大的打了吗？还没哈。等一下，我等一下哈。但是我希望让我知道一下他大概多大，就因为每个我回答的可能不是你要的，所以我需要知道那个年龄层。牧师，如果他已经有回答，你帮我看一下哦。好，那几乎都是妈妈在跟孩子交流居多哈。我觉得很好啊，至少他愿意跟一个家长讲话。那怎么样去设计一些时间，可以让爸爸加入或其他手足加入？我过去几个礼拜提到的就是家庭活动，就是无论你如何，至少一个月至少有2到3次的家庭活动。那个家庭活动也不用太困难，吃个麦当劳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找个小餐馆吃个面可不可以？可以。那有时候亲戚朋友有什么活动，我们要全家出去。所以也就是说，假设你想要让家里的某一个孩子跟爸爸可以多点活动，你知道那个假设爸爸有开车啦，我就随便，因为我不太知道你们的状况嘛哈。假设爸爸有开车，你想要让儿子跟爸爸多一点讲话。副驾驶座，只要他超过那个年龄层，副驾驶座就要给谁？给儿子坐。家庭活动的时候，让这个孩子坐在爸爸旁边。你必须要透过这个物理环境、空间上面的变动，让那个少讲话的人可以跟2个人可以凑在一起。这个是要透过多一点点的设计，让这个爸爸可以跟孩子多一点点机会讲话，要不然就是买什么东西、搬什么东西，指定爸爸跟那个孩子去做。不要觉得为什么都要由我们来安排，比较需要的是你的安排，如果有效能，可以帮助父子关系更好，或父女关系更好，我觉得那才是你的焦点是在那里。好，自制力不佳的孩子，你就是要从帮助他从无虑嘛，没有的那个无虑到他虑，他虑就是你能不能跟他一起坐下来谈，你想要孩子，你想要的是什么？以那个
这个很有趣哈，这个跟父母的管教态度一不一致其实是一样的。你们在线上的你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协商的能力？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孩子上小5之后，爸爸妈妈的协商能力要越来越好，因为小5以后，他们有更多的自主发展、个体化，他们想要的世界跟舞台会越来越多，所以变成那个协商沟通的能力，必须要是家长你们要更高明。如果你还是把他当小孩，小3、小4、小1、小2，我要告诉你们，表示你根本不重视他的发展，他的智能发展，他的社会化，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跟他协商，从他的无虑到他律到自律，那个又是一个历程。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就有秀一个图，就是一样，你怎么样从这个历程里面陪他走，对不对？所以自制力越不好的孩子，父母越要懂得怎么样跟他协商，知道他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不是全然的掌控，也不是全然的配合他，一样是那个3-7比、4-6比、5-5比，你希望他做到的，跟他想要的东西抵触越大，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协商，慢慢把那个共识一致性可以调上来。接下来就是一个国中生对父母约好的就是不遵守，还会大发脾气，让人害怕。那在和谐跟管教当中怎么拿捏，对不对？国中生哦，又分2个阶段，是国1呢，还是国2或国3？你要想哦，国1的孩子就是是一个从小学上来到国中，他再加上他荷尔蒙不稳定，所以他发脾气对我来讲非常的正常，因为他青春期会造成他的那个大脑的有一些那个多巴胺的分泌稳定度本来就不够，所以他有时候会用发脾气这个部分来控制他的家人，但他有时候自制力也没办法出来，所以跟国中生跟父母约好，爸爸妈妈不要太理想化，那个约好呢就是敷衍你，那你到底要不要识破他敷衍你？你假设你觉得他敷衍你，你也可以接受。那在敷衍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跟他情绪化，你不要跟他硬碰硬。大脑还是一样啊，我知道我的孩子就是在敷衍我。那在这个敷衍过程当中，你到底要再进多少，退多少？也就是说，如果国1闹得比较严重的孩子，到了国2就比较容易协商。到了国3呢，就是会考的开始，压力的开始嘛，所以如果到了国3还情绪稳定不下来，其实你最要头痛了。那时候又有会考的压力，又有管教上面的问题，又有网络成瘾的问题，又有交朋友的问题，多重的压力下面，其实就会压缩了所有的亲子关系跟那个时间。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孩子现在才刚上国中生，我真正要告诉你们，这个时候是你最好的时间，你应该要把他的读书跟行为的好习惯建立起来。你开始跟他有一些约定，但是你定的是你要的，不是他要的。又是那句话，你到底有没有与他协商的能力？你永远站在你的位置，你永远要你要的，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你不会成功的。你要试着怎么样真的放下父母的身段，好好跟他对谈。国高中生这6年，孩子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是什么角色？一个就是朋友的角色，一个就是陪伴者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他们很希望你们让他们予取予求的角色。这容易吗？不容易，对吧？朋友的角色、陪伴的角色、予取予求的角色，最好就是我要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我要玩多久你就给我玩多久，我要出门就给我出门。所以这个就是管教跟和谐当中确实不容易拿捏，所以你怎么样该在什么时间点，你觉得你朋友的角色可以进来，心情他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点陪伴者？然后当
我这样子讲都是会有一点点的抽象，但是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很细节的讲，因为每个角色都不太一样。如果你可以去抓到一些关键字，或是抓到一些关键的方向，你去试试看，我的孩子在什么状况，我用比较偏朋友的角色进来，你发现效果很好，那就是有效的。当他心情比较低落、失恋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个陪伴者的角色进来，不是父母的角色哦，当他生理需求，我意思说想吃东西、想买东西是那种物欲比较高的时候，想要上网，就是你这个父母的角色能不进来跟他协商、跟他沟通、跟讨论，这些东西都你要不断的去练习，你才会知道那个角色的转换是在哪里哈。再来，我看一下。老师，你刚才说要问说，没有回答了，这是闷。好，刚刚讲那个应该就是国三，对不对？不是，哦，不好，国三闷葫芦不跟我讲话，对不对？国三他30几岁。国三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他现在面对的一个假设，他没有交男朋友啊，不男女的，好，男朋友或女朋友，好。我就女生好，国三呢，我心理师在意什么？我先讲我心理师在意什么好了。他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最在意他什么哈？对，有男朋友嘛？他不跟你讲话，非常的正常，因为他会不断的揣测，我都要会考了，我为什么还交男朋友？我的家长对我交男朋友同不同意嘛？哈。我先讲一下，对国三的男生跟女生，其实会来跟我咨商的，有部分真的是因为交的男女朋友，那我们能反对吗？我坦白讲，打从心里，我的心里我赞成吗？我不赞成。那我通常。我把国中跟高中讲完，我今天会到7点5分，我从国中跟高中讲完哈。高中生呢交男女朋友，我都会跟他们说，就当练习吧。我会唱衰他们的恋情哈，就是我会说，因为你们头脑的熟度还不够，18跟25岁的成熟度，大脑的成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很爱他，你也觉得你的初恋值得给他啊，就是练习啊。陶美老师会告诉你呢，你不会跟他结婚，那陶美老师看太多了。高中生如果真的交往到可以结婚了，算一下，到38岁的时候，20年了，你只交往过这个人，还跟他结婚，20年之后，38岁的时候，其实很难维持那个婚姻下去，所以陶美老师就说，就当做练习吧，然后掌握我刚讲那些原则哈，不要怀孕啊，不要把你的种留在外面啊，不要当未婚爸爸妈妈、小爸爸妈妈，然后一切就完蛋了，你就不能继续结婚了，然后我不会容许你堕胎啊，所以你一定要生下来，而且一定要结婚，因为我有辅导过这样子的，所以假睡是我跟孩子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不会用唱衰这2个字啦。好，所以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就会跟孩子讲那个历程，在高中生交往是真的就是练习常常恋爱的滋味，然后如果你可以交到一个是可以跟你一起打拼念书的，上了大学可能还有机会继续交往下去。所以他们分手有时候就是在学测前，有的就是恋情。真的要告诉你们，高中生恋情可以超过2年的，我也很少见呐。所以我会比较鼓励他们，可以到大学之后，可能可以走得比较久远。那国中生呢，他们来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你们就是在练习同学跟朋友之间怎么样去转换那个角色，所以我也不会反对，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是要去练习看看。这个当同学跟当好朋友、当男女朋友，它的差异在哪里？我会用一个朋友的层次来跟他们沟通。那这些我先讲一下大概这些孩子在感情的部分发展的历程。那
国中生，假设国三的孩子比较不会跟爸妈有更多的一些谈心，我觉得还蛮常态的，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很需要发展这个同侪关系，然后他们需要抢地盘，所以抢地盘就是我在 A group 在 B group 我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所以他所有的精力都已经发展在同侪关系里面，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比较退下来，是当一个陪伴者的部分，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的经济需求，然后不要太更多的摄入他的情感。如果我们保持一个轻松、愉快、比较开放性的，不要唠叨。我再讲一遍哦，我最害怕爸爸妈妈唠叨，因为我的小朋友都会告诉我，我真受不了他们开口闭口的唠叨，我已经听了几百遍了。他们你们越唠叨，他们耳朵是关起来的。所以假设比较不想要敞开谈心的孩子，你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些生活功能上面的架构，让他至少生理就最底层的那个部分有被满足。那有一些孩子是在国中真的是叛逆的比较严重，高中会回来。我真的告诉你们爸爸妈妈，如果你现在在线上，你的孩子有比较小的，我都很希望你的孩子是小5、小6开始叛逆，国2可能就回来了。我最害怕的是高2才开始叛逆，或国2才开始叛逆，就是它会影响到那个大考，国2下、高2下，就那个大考就会比较麻烦，有可能那一次他就会考得不太好哈。好，我再讲一个东西，我今天的时间就要到了，就孩子会挑我们认同的说，不知道真假耶。爸爸妈妈，国高中生哦，我跟你讲啦，真真假假啦，假假真真啦，你莫遐烦恼啦，真的嘛是假，假嘛是真的啦。这就是我最痛苦的国高中生暗黑的7年啦。所以你莫要烦恼，真的嘛是假，假嘛是真的啦。因为在他们这个成长历程里面这个网络世界，你们不觉得就是这样吗？57岁的我的年代，谁敢假啊？我们怕到要死的，对吧？老师打，父母骂，我们哪敢假？可是那些网剧啊，我刚刚就讲那些网剧啊，你们真的觉得那都是真的吗？不是啊，那但是他们就是需要点朋友，需要点舞台，需要我刚刚讲就是那个，如果都没有同侪，没有那些他们情感归属，他们真的会活不下去。那有多少针可以拿出来在这里拔干净？真的，那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世代。但拔毛，我真的要跟你们讲，你们知道吗？你们才是他们的针。我们当爸爸妈妈的，我们当手足的，我们这个家，不论怎么样冲突，怎么样争吵，在他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知道，这就是那个我很难形容那个不是我很难用语言，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那个真吗？我来自一个很穷困的地方，我从小也只想脱离那个原生家庭。但是我跑再远，我跑去泰国难民村工作，我跑去美国念书，我最心深处都知道那个最真的地方，其实就是在那个穷乡僻壤的那个乡下。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等到他可以回头，他可以再回来。我刚刚就讲，如果小5、小6去叛逆，他国高中稳定下来，他为什么可以稳定下来？因为他知道最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家那个角落，那个妈妈、那个爸爸、那个手足。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觉得卖欢乐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当时你嘛爱把伊假你心里面知道那是假，但是你在嘴巴上面可以用比较圆融的方式去跟他说那个真。我这样讲有一点微妙，对不对？我在諮商室里面，某种程度我会跟你们一样，孩子来跟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假设他的主观感受是真的，事情是假的，那我处理就是他真的主观感受。
然他讲，他也知道有一些是他必须要跟我承认，他在讲的时候因为受伤，所以他比较夸大，看起来就是假的嘛哈。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就是这个世代的你们真的不容易。那真真假假当中，你要永远记得你是真的，你对他是真的。他在心里某一块地方也把这个真收在他的心里面，只是在等待那个时间，不要失去那个盼望，也不要对你的付出感到失望。有时候真的需要点时间。我在我的职业历程里面，真的也看到蛮多的孩子，其实后来都回来了，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有的等了很久，真的有的等了很久，要等到他出社会了之后，10年之后，伤透爸妈的心之后，只要爸妈还有那个开放跟那个接纳，他就知道他可以回去。那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我们就是他们的家，所以我觉得等待的过程很辛苦，但是如果需要等待，我们就要等待。我今天已经超过10分钟了。我要先跟你们说拜拜了，因为我必须要下班了。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应验牧师，我们下一次见。好，我们拜拜。谢谢黄老师，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哈。那应验牧师呢？如果你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留下来哈。我们大概到了7点半，所以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哈。那这20分钟，如果你刚才的疑问想要问的没有来得及疑问的话，那应验牧师邀请你，你可以写在留言板或者是你可以打开麦克风，因为你可能写不方便知道怎么写哈。那你可以，因为我们的老师他真的是压照他所有的时间来陪伴我们，不是因为什么，他是有一种心智，虽然他自己还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可是他陪伴很多的孩子，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陪伴这些孩子跟家长，那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而且我们真的可以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来扶持哈。那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下一次在12月的第1个礼拜六是要讲一位现在已经36岁的博士刚刚才拿到博士的学位。那么他的妈妈呢真的是很辛苦，他们家人很小声吗？很小声哦。哇，那怎么办？请问这样可以吗？这样听得见吗？可以靠近一点。好，那我靠近一点。我们下一次的这一位是刚刚拿到博士的学位，成功大学博士的学位。那么他要分享他怎么一路走过来。我想不是学习的过程而已，应该是说他学习过程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妹妹、跟他的这个家人当中，他还有跟他自己因为他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长的在台湾要拿到博士学位，其实有一些美感的啦他其实是这个路是很辛苦的那他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也就是现在108课纲，或者是你的孩子跟我一样是5，就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我们很希望，既然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希望跟他们可以有一些沟通我们希望一家人，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成长那这是下一个礼拜的我们的主题，但是我们的时间是7点哦，因为下礼拜在中华路49号，桃园市中华路49号迦南教会有点灯的仪式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过这个点灯圣诞节的这欢乐的气氛一起来。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是7点开始，7点到8点再来呢，就是12月的时候有2次亲爱的大家，应验牧师跟我们协会呢，真的很希望可以陪伴。不管你看我们在这当中，小孩学龄前的也有那洪涛梅老师呢，他在12月12号会实体跟我们见面，不是线上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留下来。12月12号星期天他中午的时候一直会到下午2点3点的时候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洪桃梅老师见面啊，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他那一天的比较是 focus 是在你的小孩子是学龄前一，啊，刚才应该有人讲到你的小孩子一是属于一学龄前的，跟二，如果你的孩子是国小，那这个很需要，非常需要是透过自动的这个游戏来陪伴他。那么老师他一般不是只有带孩子，而是他会做亲子的游戏。那在亲子游戏当中，真的那个对奠定将来跟他的沟通，孩子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所以12月12号我们可以把时间留下来哦哈。然后那个12月11号，洪桃梅老师一样会在我们当中，在线上。那么他那一次要讲的就是我们在108课纲里面，我们这个的挑战、冲击与这个憧憬哈。那所以洪老师很希望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想要请问的，那请你可以留下你的你想要问的，那老师他会来回答。跟12月的18号，也就11号跟18号的这2天，洪桃梅老师是在今年度最后2次。那一念牧师很想邀请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洪老师帮助我们一路走来是很有帮助的话，真的很希望您可以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是分享或回馈，因为我很想邀请洪老师明年继续来陪伴我们。那一念牧师自己有3个孩子，还是很小声哦，那怎么办呢？因为有人回应我说其实很大声，怎么办？那我还是再大声一点哈，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吗？还是你可能需要戴耳机吗？好不好哈？可能戴一下耳机哈。好，那音乐牧师有3个孩子，其实刚刚大家所疑问的，我其实都经历过哈。我比较幸运一点，也是因为这个我的先生是比较跟我是算我的先生愿意配合的，愿意配合。当然这个是一路是走来很辛苦哈。从老师刚才讲说1分的配合，我要9分，所以我的小孩子非常气妈妈。我的老二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枕头下面写恨妈妈，恨妈妈，恨妈妈，最恨的就是妈妈，妈妈怎么不赶快去死？你就知道那个冲突有多大哈。我的先生只有1，能配合，已经拍手，像老师刚刚讲的。但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因为我的老二如果有人听过我讲的话，大概就知道我的老二其实是非常敏感，比我还聪明，很有领袖的魅力，以至于他很会想人生的问题。我小的时候5、6年级，他就想过人为什么要活着，以至于他就开始去闯。所以刚才大家所说的，哇，他闯的祸可大了。这个中间我有10年的时间，我几乎都需要心理咨商师的陪伴，所以我自己很需要，很想要陪伴各位，跟大家讲好消息。我的第2个小孩虽然走到黑道，因为他根本不听他也不需要你，他就出去，他在外面他就有家。因为我们看那个社会新闻就知道，外面有一群人就等着接我们的孩子，他根本就一去不回但我只能说，像老师刚才说的，我就是在家里等他，让他等到他知道什么是稳定的力量，什么是真的。那个时候他回来，他就会一直回来在家那所以我想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孤单音乐牧师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许愿可以得到应验，不是我这么厉害，我没有这么厉害，只是正好我身边除了有我宣扬的这位赐给我上帝爱我的上帝之外，那身边有很多洪桃梅老师，因为洪桃梅老师我认识他超过10年以上，那这10年以上他一路一直在陪伴我，不然我没办法度过这些的风波。我的小孩今天我刚刚讲的老二
他从黑道闯了很大的祸，到今天在真道上面，他今天早上还去教会传福音，结果传给我的好朋友是大学教授因为他现在遇到很大的亲子的困难，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互相帮助嘛。好，所以我谢谢刚才有一位已经留言，希望听到洪桃梅老师心理师他是心理咨商师的分享。那么可不可以请大家表达？我等一下可以把它照起来，因为老师已经离开。那这一个留言会我们离开以后，这个留言就不见了。好，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还有你有什么希望老师陪伴你的哈，请你可不可以写在旁边留言？那我可以跟洪老师再讲。那老师的动力都来自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是不是需不需要他的这样子，他的陪伴哈。如果需要，就请大家可以来留言。好，那音乐牧师也要祝福大家哦哈。我想我们一起，我一直觉得我有3个孩子，到现在很幸福我还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从我结婚的第一天，我就是晚上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一起祷告，那你就知道，即便基督徒很认真的教养孩子，亲爱大家，孩子还是会变坏。那个变坏是什么？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像老师刚才说的，他叛逆期不一样，以至于我这个第2个小孩，他叛逆期现在竟然可以跟我一起，我之前是青年的传道，他跟我一起牧养青年，就是帮助这些青年，特别是很多我不懂的，老师刚才讲网剧，我们的孩子都很懂以前我们讲车手，我的孩子只要问他帮助我以前都请他来跟我的青少年对话，他问3句话就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在当车手。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就是彼此来帮助，这一段路值得，我觉得我们值得当父母的。我现在我的小孩都30几岁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非常的值得。这段旅程，而且我在过去这10几年陪伴很多的家长，我们到现在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想人生也不过是这样。那音乐牧师跟洪桃梅老师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因为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多久，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孩子不一样，那不容易的时刻，音乐牧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洪桃梅老师也一样所以如果你需要你觉得明年还是希望洪桃梅老师来陪伴我们，不管半个小时也好那请你可以留言的话，那我就按照有多少人希望他再来我们的当中，那么我们就再邀请洪老师。好，那今天音乐牧师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要分享的吗？或者是要留下来跟音乐牧师有一些对话的吗？如果有你可以等一下留下来哈。那要不然我就在哇，有人讲真的有超实用的。如果你有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有来参加洪桃梅老师的这个游戏，所谓的知动游戏的这个治疗的活动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个孩子学龄前的孩子，他本来没有自信心的，没有所谓的自律，因为现在家长都没有给孩子，都是给孩子是很自由的音乐牧师可以做一个见证，这2年每个礼拜，虽然老师不是每个礼拜来，他1年来5次，可是他训练了我们的青年，也是透过游戏。让这些孩子在游戏当中，那个游戏是经过这个科学实证过的，对他们的脑部、对他们的情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认知这个调整有障碍的，以前俗称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透过老师这个打球的这个方式，
跟游戏的这个方式，其实进步非常的多哦，特别是在这个情绪方面，我就看了好几个孩子，从这个根本没有办法约束他，一直到现在才2年。哇！我现在上他的课，带领他，我都觉得说好感恩哦。若没有洪华美老师愿意来帮助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哈。所以我想我们是有福的人哈。那如果邀请你哈，如果你愿意，老师第一件，请你留言，那我会跟老师讲有多少人希望明年老师可不可以继续这个时间来陪伴我们。第二个，12月12号也邀请你，如果可以，你可以来跟老师我们实体见面啊。我们不要是只有网友这样子哈，只有网络上见面，我们可以正式来见面哈。第三个，好，我们呢就是有关明年也请你来留言。好，有人举手吗？我有听到噔，可以请你开麦克风吗？那我也请我们同工，你把那个留言，希望明年老师来的，可不可以帮我照相起来，或留言看有几位好吗？好，请我们的同工帮忙。好，请问刚才有举手的，是不是可以开麦克风？哦，你的意思是+1吗？好 ，OK， 好，有吗？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吗？有吗？有没有人是要分享的呢？好。请问呢？上次有一次我有聚会的时候问，请问呢，大家想要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吗？意思就是说，或许我可以邀请1位到2位，可能可以带过年轻人。譬如我的老二，我的儿子，他很懂年轻人的心。如果你也很想要听听年轻人最近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你想要，你也可以留言，让英业牧师知道我们明年我们要邀请你，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好希望可以常常来，很好。好，我会表达哦哈，表达给老师哈。好，还有大家希望是哪一个议题的，也可以请你来这个留言哈。那英业牧师邀请大家可以，大家既然知道真真假假，那么将来的元宇宙哦，大家知道吗？元宇宙恐怕我们会更难分辨真真假假。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在你身边是一个身份，将来在元宇宙里面会是另外一个身份哦。好，所以如果可以，请我们可以开始关注元宇宙，我们怎么样子陪伴孩子，在将来元宇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跟他们对话，而且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关系。好，那我们就想听听的青少年如何。好，你可以认识自己，爱自己，这个很好的议题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其实他就有动力，他就有自己。我多说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先下线，那没问题，你可以先下线那就祝福大家。那音乐牧师继续分享。我的老二是一点自制力都没有的，到国小老师就非常伤脑筋，他很会唱歌，可是他合唱团他就按照老师说的那一天穿衣服，明明要表演，他就是不穿那个合唱团的衣服。他唱歌很好听，他也很会打篮球，但是呢，他就知道学会了，他很会打桌球。他到现在我们有跟他请这个教练，1个小时，这个是打国手的，我记得多少钱？几千块，我已经有点忘了。我让他学10次而已，哇，他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当然没办法跟国手打，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兴趣到了，然后他就不要了，他拿了他就不要了，他有了他就不要，自制力是0啊，早上绝对爬不起来，他就是不去学校。国中的时候怎么样叫他不起来，就是不起来，就是不起来。可是现在大家知道吗？上班没有迟到过，每天都准时去上班。什么原因？认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他人生的使命
他活着是为这个而活，那就不一样，那动力就不一样啊。好，那如果你还有要留言的哈，可以请你留言。那丁丁牧师就来安排这方面，让我们可以彼此来见面了哈。好，那就祝福大家哦。如果你要再留言，可以留言，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7点，下个礼拜是7点哦。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拜拜，拜拜，拜拜，我要关灯喽，拜拜。哇，佩珍是很早就上来哦，陪我们一起哦，哈，好，那再见喽。